可以起腳啊，可以起腳啊，可以起腳，再去，有機會1比2，有機會，我聽到12碼。球證咧，昆尼奧俾咗咧係保加利亞一個12碼。嗱呢個波咧就係10號嘅斯拉哥夫就自己去喺禁區外已經開始入去。嗱佢起碼有3次機會咧可以起腳，但係佢冇起到腳啊。嗱首先推過咗呢下咧已經可以用左腳射啦，佢冇再過。嗱呢個時候又可以起，唔去再扣翻中間，最後俾龍門啊帕魯加咧就係掃跌佢啦。再睇一次啦，用一個反角度睇睇。最後俾帕魯加掃跌，咁由咧史代捷哥夫啊操刀入咗嘅話咧，史代捷哥夫就會平咗沙蘭高嘅6球，同時紀錄嘅追究咧1比2。嗱係咪衰咧？意大利咧喺2比0唔可以將個紀錄拋離咧，就經常咧咁嘅情況就出現㗎啦。留意呢個波入唔入？史代捷哥夫咧對咧帕魯加，好1比2，搞掂。保加利亞追翻球，呢場準決賽而家咧又有料翻啦，又好睇翻啦，精彩啊！咁就意大利咧最可惜嘅地方就唔可以喺2比0嗰段時間咧將個比數咧拋離到咧係比較大嘅距離。咁而家咧俾保加利亞追翻1球咧，大把咧係呢個咧係辣手嘅嘢咧係跟尾啊！咁啊慘啦！呢個波咧係帕魯加咧係捉錯路咧，咁啊結果咧就射成係1比2啊！咁啊，時間咧就仲有咧係30秒到啦，30秒到咧就係上半場嘅賽事會結束啦。一動就人啦，咁啊頭先嗰個12碼咧，我相信直接令到咧保加利亞嘅士氣咧就高漲啊！